泰國嘅潑水節已經結束咗一段時間啦，你係咪再次準備屬於你嘅泰國曼谷之旅呢？如果咁樣嘅話，我有一個好嘅推介，讓你係能夠好好享受再一次嘅曼谷之旅。TapThai Bangkok One Day Pass 係泰國政府推出嘅通行證軟件，並且係涵蓋超過30個以上不同類別嘅景點。而家購買只係需要1830泰銖就能夠獲得以上嘅所有門票，相比你逐個門票購買係慳咗大概1300泰銖㗎。最重要一點係乜嘢呢？就係唔使浪費寶貴嘅行程時間，到達咗景點先慢慢購買門票。接下嚟我哋分享呢一日，我用咗 Bangkok One Day Pass 係體驗一個怎樣嘅療程等你參考。第一站前往非常有氣派，可以體驗泰國風情嘅曼谷大皇宮。第二站我哋去到博物館，了解感受不同時代泰國歷史嘅變化。第三站就當然係品嘗極具泰國風味嘅菜式 Pad Thai 同埋泰國奶茶啦。第四站去 Santol Mall 出名嘅象神廟，祈求神明嘅祝福。第五站我哋喺湄南河一帶飽覽曼谷壯觀嘅景色。第六站嚟到泰國當然唔少得體驗成為泰國公主、泰國王子嘅機會。第七站我哋登上曼谷最高嘅建築 Bangkok Skywalk， 我哋去到78樓，將整個曼谷嘅景色係一覽無遺，收攬起你嘅心中。第八站我哋去做一個腳部嘅按摩。以上就係今日我選擇嘅行程。其實 Bangkok One Day Pass 裏面仲有好多唔同嘅服務同埋景點係可以讓你選擇，你亦都可以透過軟件為你安排最合適嘅路線同埋行程。如果你都想體驗呢趟曼谷嘅奇妙之旅，亦都可以透過我連結下載，獲得最抵價格嘅優惠。